苗栗铜锣除了种红球过有名，本地咪系出产茶过重要嘅地区。郑玉凤同郑丽文两姊妹嘅家族，对100多年前入种嘅雅甲安发的茶，传到嘅阿爸有名嘅做茶师傅郑义光喺第三代，本地角度爱传唔下去嘅。两姊妹当中，阿姐郑玉凤是系有名嘅篮球选手哦，本地提做体育先生。老妹郑丽文系教育设施。喺澳洲出头路，两三年杀家庭爱归家乡，同100多年的茶叶接下来，也3年来，伊能做出嚟自家嘅品牌。去年呢，还得到比利时 ITQI 米其林2星最佳风味奖。伊能投下路家庭呢，归家乡係创业，坚持爱行自家嘅路。更加伊能有73万多嘅人客入睇外国，证明伊能整屋嘅茶唔单止喺台湾係必须茶嘅等级。睇國際咪係行睇千頭前嘅。新年咧係摘茶時節，對搶名都國意愛摘春茶，和茶葉地度，他家人都多摘茶。阿爸幾年度生啊？啊，幾年度生？比去年高些。人講正經嘅啦，唔記到生啦。阿伯公係印度摘茶富人家杜康唯一嘅男人，佢今年77歲嘅，摘茶行喺當肩班，也田種下摘茶人當難纏，70歲以下行較少。同一群桃園75歲摘茶人杜康，32歲鄭玉鳳係前後生嘅摘茶人。我有等你從外頭當入來。冇得那坐嘅些嗌就耐唔，也咩呢度人種佢話響硬都冇去啊，耐唔，清爽。較像阿爸。摘春茶時節，也全台灣各地都討搶人工，菜天嘅茶園也一道，為80歲阿伯婆同阿玉鳳行喺4年呢，做到聽摘茶都見，腳趾頭做耐唔好誒，喺講咩真5年以上寫，佢也唔會來聽書。阿伯婆聽摘茶行較久，佢同真屋聽摘嘅3代人。3胎啦，唔係2胎哦。3胎啊？係啊，知道同佢3胎聽摘茶，講佢第3胎兩個細妹做唔知道樣嘅。當妹咩？1年乾啊。樣個？嚇？樣個？當地啊，當地一樣做啊。阿玉鳳此世做一套茶園台，當了解茶樹上多樣嘅，做搶人來聽摘茶。純嘅做綠茶咪是係清好，因為也就體平順。然後我要摘嘅係1心2葉。同阿玉鳳摘茶時節，佢老妹阿麗敏同順康協商記錄，做姐姐負責做茶，佢負責行銷。同1年4季當中，春茶產量同品質都係一定佔嘅，爭摘下來嘅茶槍做唔得協到，我感覺最終不可處理。我們現在在做那個室內萎凋，採回來之後。然後我們要披在這個磨卵當紅，然後做靜置。爭摘下來茶槍很特色，搶一片要做紅茶，同溫度彈開來籠罩，我比較有12點鐘。佢爸爸正義講，看每嘢無限沏茶，也來聽書。嗱，你可以平常做世界，我講埋做飯嘛。唔可以，佢就看架 FB 看電視。啊！聽講要 FB 啊，有嘢講。冇啦，叫佢教我用嚟做啊，一下喺乜嘅長度啊，然後我用嚟看啊，經驗值傳授。那個做呢是有東西。做嘛了？有咩做農那個東西嘛？正義講雖然健講做農嘅做事，每嘢賺嚟食，佢行喺當外圍，佢加上教每嘢做茶要有計劃，茶槍一送進屋卡做幾天，愛做乜嘅茶做樣做。係咩茶做嚟嚟？唔知點講，看呢個茶一樣做啊。邊種講嘢？啊？邊種講嘢？邊種講嘢？唔知講啥？人哋想要萎凋去救嘅，想會拉。也講得出來啊？有，人哋茶萎凋看天時，可能冇那種廚師不成熟啊。
头摆洗的时间就是特殊转来，然后会帮爸爸像刚刚动作劈茶啊、筛茶啊、填棚的呀、拿东西啊，当小帮手啊，然后一下就会讲，一下转来之后就会变到讲，我爸爸是我的小帮手。一下问某嘢做阿爸年菜做嘅头路，其实某嘢咩唔盼得阿爸做茶做嘅一生人，政府梗系记啊加俾茶叶，像阿玉芳此时就对做茶有兴趣。我爸那时候我就说，我国中的时候，发现我也不想上，我说，我可以半夜起来炒茶，然后也可以帮忙做茶，然后我爸说，好啊，你不会害，然后做的啦，然后我就开始做，我也做的很有兴趣，然后开始升学。后来毕竟还是要升学嘛，然后就开始进入校队，然后打球。郑玉芳好打篮球，同苗上世界假日篮球教吹，一定會得3分球。苗上喺 HBL 5支甲組有名學校，佢出步上到大學，畢業過後轉苗啲教書，作為半年體育先生。一半年期間，受做茶時節，一下課進屋下做聽做茶，佢看阿爸按辛苦，自家也有興趣，準備當結節嘅結天，唔去教書嘅，專心做茶。這樣時間落滿壓力面，拿到教育碩士學位，同澳洲做人力統計管理，年薪至少200萬元，每停定期轉到家鄉。在這辭職之前的前1年多，我就找我妹妹，我說，我妹妹在澳洲，我說，你有沒有興趣回來幫忙？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想說，我負責製作、管理茶園，然後研發新的東西，他負責市場推廣，然後市場的維護啊、規劃。如果進來做茶一天會賺錢，我就講好，啲我一天會進來，我就想講，其實我係想。不管我一下都嚟做事，我就係良心水。我一下進來做事，我係為自家來賺錢。也係一個，我們把它當作我們的未來的事業在經營，不是說我只是來打工，我不是幫我爸爸打工。某大約1年就會有個豬心蟲，然後我們就要用。做個方式，豬心蟲，你去煮下去那個茶的那個根部的話，你就會一條茶樹就會消退。到今年20年咧，茶樹行到大 ，NT 畢業阿玉芳做從嘅，也佢平常時愛做頭路，唔係摘茶時節，佢就負責管理茶園，還包含寫有機皮，也佢進入過後，茶園生態改變。上台人慣用傳統嘅耕種方式，今年為咗做高級茶，甚至賣到國外，做成改變耕種嘅方式。故所今年發用酵素做有機皮，嘅爸爸頭下馬剛剛超1000擔，下後看到有效果，也開始認同佢。我爸爸講，做嘢冇得冇對啦，先數落我一番。做嘢，做嘢，做哪一個按茶葉按法用到哪一個，然後我也不理他，反正我就做我的，然後做，然後後來我就開始不理他，我看到有蟲了，我就開始撒，然後撒完之後，後來我爸說有效哦。沿着杯緣，然後我們沖水。泡東方美人茶是一件蠻好玩的事，就是如何讓它泡到最好喝，就是這是我的工作。然後我姐姐他們是製茶師們，是如何讓鮮葉採下來做到最好。先速速啊打開個葉，批到香味，做得啲茶先，可能有奇怪味絲毛，一頭泡茶，請你試茶前，看你自家茶有問題冇。加落馬阿里面專門做茶葉品管同行銷，行銷第一步最後建立品牌。加爸爸正義講，雖然係苗栗銅鑼有名嘅做茶師傅，不過一直都冇自家品牌，連比賽茶自家都唔識留下來。兩姊妹設計第一種茶葉，按做李妹紅茶。那這一款命名的紅茶呢，叫做李妹紅茶。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品牌識別，就是一個女子，然後手上拿着真的。好，然後我們這個李妹紅茶呢，是我第一款我們做出來的紅茶，然後用我奶奶的名字，她叫曾李妹，她從小就是童養媳。
郑丽妹7岁就来到政府，今年82岁耶。年菜做年岁辛苦，日来过来一辛苦。7岁做学位管理茶叶，佢記得嗰樣是行喺日本書嘅。日本人對台灣人做茶要求當然。日本時代，日本人我來鬧，我鬧佢唔識咁樣嘅茶，我教樣嘅茶，就我做嘅意思咁樣嘅茶，你冇做嘅意思啊，錯別聊天嘛意思啊，喺度講的呢錯冇好講。鄭麗妹做茶會80年咧，已有經驗，連兩姊妹也做上減茶，也鄭麗妹教嘅。講起啊，兩姊妹老人家見成熟。而家做體育嘅咩，搞體育嘅搞嘅話有10年了，也就想到講家爸按辛苦做呢茶葉啦，冇人聽書，其實做呢老家爸聽書，做呢啦，做書冇教嘅，做老家爸聽書，兩姊妹做老家爸聽書，因為家爸爸一直做茶葉苗栗縣，做一直有去參加比賽，佢呢就比賽都特別就有拿到證書啊，所以我哋茶葉也做來也以好，所以我有人傳下來，所以就兩姊妹就考慮到講想愛出家做事業安尼嘛以好嘅方式啦，家弟弟就冇想愛接，就由佢兩姊妹來接。年菜嘅爸爸正義講做茶，單係同苗栗縣，也係同台灣比賽，始終唔是出國比賽過。兩姊妹想法係，政府人做茶，自己唔是同國內得到證明，還要去國際上認證。嗰段時間我就開始去搜尋，包含美國的茶葉比賽啦，然後還有亞太地區的名茶比賽，然後還有我們的米其林的比賽，都是我從網絡上就去搜尋，說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證明我們家的茶不是只有在台灣是比賽茶。為到本行較多人看到，兩姊妹用東方美人茶參加比利時美食評鑑，一等站嘅 ITQI 頒嘅國際風味同品質評鑑，去年得到米其林2星最佳風味獎。2017年的時候的1月份去比的，然後他評了很久的時間，到去年的6月才頒獎。那它這一個的話，是我們比了2款，一款是東方美人，一款是冰山美人。那這2款呢，它就是在受到我們米其林這個 ITQI 最佳風味獎，那它是得到就是我們米其林2顆星的認證。鄭義講做茶量也同台灣賣嘟好。兩姊妹做茶一開始就同家爸爸做茶分開來，就係愛行無窮樣路。佢3年來打出7家市場，有700萬多係國外人客。中國大陸那邊，我們是大概佔比大概是在40%左右，然後30%呢是銷美國啦、歐洲啦這些國際的國家，然後剩下30%基本上是台灣這邊的固定客戶。對，那固定客戶也是由我們回來之後，然後我們去開發的。我們自己是開發我們自己的客戶，跟爸爸的客戶是分離的。那也就是說，我們不想要再吃爸爸的餅。其實呀，那茶葉啦，譬如說也係缺乏來講嘛，就係呀菜體嘅一個產品啦。那就講，全部也就做嗰啲嘢也都要老化咯。當時我就想講，後生也有安尼心思轉來呀，你做一個農業。一當先會，我想法做唔到一機會，喲，咩嚟3年咧？參與新秀頒獎韓順雄本來老多，兩姊妹講做茶賣茶，請望講聽聽，冇想到佢按認真。兩姊妹去年底到北京開嘅頭一間品牌店，請賣兩姊妹做出來茶米，佢還想繼續打拼。2年過後，想賣到歐洲去，按用國外人客做行較多。客家男人可以一肩扛起，為什麼客家女人不可以一肩扛起？這個是我們一直在，就是說我們受了教育，我們希望更能去推廣這個觀念，就是說，其實我們就算未來結婚了，未來我們有了小孩，那我們一樣是把這個當做一個事業。
从我们开始有自己的品牌开始，就是渐渐的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品牌叫真的，因为我们姓曾，对，然后又每次出门都是我们两姐妹，就是真的姐妹花又出来了。你之后给他选做鸟，技术啦，要不要啊？我，这蛮多啊，这蛮多。兩姊妹同頭部表態進一步卡，最希望同日港嘅方言嘅茶葉做出品牌，賣到國際風氣，要用實力證明台灣茶米同全世界係徛頭期嘅。